大家平安出头天，我是讲推。今仔日要来讲一个刷人格的味菜。要讲迄味菜进前，咱先看另外一个较简单的动作练习。设使有8粒银角摆做一排，咱要甲这银角刷位，互因2粒相搭，成做4搭。刷位的规矩是安尼：凊彩拣一粒银角，看要刷去正边还是倒边拢好。总是伊就拄下过2粒银角，拄去甲一粒高粒的斗做一搭。若是已经是一搭的，袂当拆开。一搭极计会使2粒，袂使搁较侪粒。搁相搭的银角有缘是算做2粒，所摆安尼就是下过2粒。因为刷一粒就是生一搭，所摆拢总刷4粒就会空少。这问题真简单。伫遮无要解答，总是请你去试看卖，通练习。搁若8粒通做，10粒敢通做，12粒敢通做。事实若有2 N 遐侪粒，拢会使做。你敢找有迄个手路？当通来看咱的主题。设使有 N 遐侪粒银角摆做一排，甲之前所讲同款，要爱2粒相搭。简单一项各样，就是头一粒刷位的银角爱下过1粒银角，第二粒刷位的银角爱下过2粒银角，稳。一般的来讲，加迄步刷位的银角，就下过加遐侪粒银角。咱要问2个问题：大先，请证明若要成功，就 N 爱是4个倍数，搁若 N 是4个倍数，就有法度成功。第二，照这个规矩，若凊彩有4N 遐侪粒银角摆做一排，要互因相搭的手路是啥物？建议你为4粒甲8粒先试看卖，迄手路真快找。若是16粒搁去2个组合，无利用数学来分拆，就学找。若要家己研究，就甲影片动咧，较停仔才转来看。若无，咱过3秒钟就来解答。大先来证明这项 N 分互4，就干那4种组合。设使 N 是奇数，用骹头有想，就知迄无法度逐搭拢2粒，所以无可能成功。要讲 N 边边4加2的组合无可能成功，就利用逆理法。设使 N 边边4加2会成功，咱看伊伫要成功进前迄步会行。的确就爱拄2粒是高粒的，剩的拢爱2粒斗好势。安尼，甲这1粒高粒的刷去另外1粒遐，就空少啊。拢总成做2加7遐侪搭。咱讲刷1粒就生一搭，要生2加7遐侪搭，就爱2加7遐侪步。所摆这上尾1粒银角，就下过2加7遐侪粒。就是这2粒高粒的中爱有2加7遐侪粒，迄是加遐侪搭加1粒高粒的。总是咱拄则讲，即阵通有2粒高粒的，剩的拢袂使高粒，就是有动突。可见 N 边边4加2的组合无可能成功。咱就剩 N 边边4加这个组合，若要成功，就是 N 是4个倍数。若 N 是4个倍数，来证明伊的确有法度成功。先来看一个特殊的组合，设使伫加一步要刷位进前看到这，正中有2粒相搭，两边随下有加减7遐侪高粒的，因为是加一步，若要刷位，就下过加遐侪粒，点彩来刷倒手边头1粒。拄就是刷过中迄搭，刷去正手边头1粒遐。过来检彩刷正手边上尾1粒，这步爱下过加7遐侪粒，就是拄下过中，去到倒手边上尾1粒。就安尼，一摆刷倒手边头1粒，一摆刷正手边上尾1粒，做2下遐侪步了后，倒边拢总有遐侪粒走去正边，正边
嘛有鸭遐侪粒走去倒边。咱要做鸡加两鸭这步，有原是倒手边头一粒拄拄走去正边，鸡加两鸭加一迄步，有原是正边上尾一粒拄拄走去倒边。可见这个人格从其尾就是拢总相他。总讲一句，就是伫鸡这步看到这个形，就会使甲这两家遐侪粒人格拢总相他。知影这项，就会使用数学的规律来证明4n 有遐侪粒人格拢通相他。大先看 n 是一个组合，就是4粒人格，头一粒下过一粒，才做这个形。咱要做第二步，看到一粒两边拢有2减1遐侪粒孤粒的，就知拢会使相他。过来，小数平4加较细的 4n， 逐条线拢有下这 4n 遐侪粒，就通相他的命题。要看 n 是加加1，也就是4加加4遐侪粒人格，看敢通相他。若准讲有法度相他，伫上尾一步，的确爱拄拄剩2粒孤粒的，剩的拢都爱斗好势。因为拢总有4加加4遐侪粒，这2粒孤粒的中就爱拄拄有2加加2遐侪粒，含这2粒孤粒的算在内，拢总2加加4遐侪粒先放伫边头，所剩就是2加遐侪粒。这加若毋是双数，就是克数。准讲加是双数，2加就是4的倍数，搁2加较细4加，就是倒边这开加遐侪步拢通相他。伫加加1迄步，咱互正边头一粒下过加加1遐侪粒，踏伫正中。当伫加加2迄步，看到一踏两边拢有加加1遐侪粒孤粒的，就是因拢会使相他。准讲加是克数，这2加分互4，就会剩2，毋是4的倍数。嘛袂要紧，这所剩的2粒，甲伊拨去正边，安尼倒边就是4的倍数，有2加减2遐侪粒，就知因开加减1遐侪步，就通相他。正边有2加加6遐侪粒，伫加迄步，互摆伫加加2迄粒，下过加遐侪粒，踏伫头一粒。安尼伫加加1迄步，就剩2加加4遐侪粒。这甲拄则双数的组合就共款，刷头一粒下过加加1，安尼伫加加2迄步，一踏两边有加加1遐侪孤粒的，就拢总相他。所伫小数平4加较细的 4n 有遐侪粒，拢通相他，就知4加加4遐侪粒嘛通相他。按数学的规律，就是毋管 n 有偌大 ，4n 有遐侪粒拢通相他。这个证明是建构式的证明。凊彩一个 4n 有遐侪粒人格要相他的手路，就伫这证明内底。利用二卡象的概念，就通甲迄算法写落来。今仔日讲到这，感谢收看。若有意见请留言，咱后回线顶再相会。